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我捌求耶和华，伊就应我，救我脱离一切通惊的事。请咱做来吟圣诗第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请咱起立。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边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了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互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了诚心亲民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了诚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了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了全能全体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请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第3篇。列国是安怎做声势？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地上的君王得拜阵，统治者斗阵计谋。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君王。因讲，咱来讲嘴压制咱的胆。上主坐伫天顶在笑，伊受气甲因警告。百姓者互因听名，伊教
伊讲，伫我成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是的圣旨。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将全地互你做产业。你要用王的铁拐，甲伊讲喙。正君王啊，着谨慎。统治者着接受警戒，着用敬畏服侍上主。这边以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找上主，找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有了你。互阮搁一遍来主你的圣殿，我们来遮敬拜，我们来遮学乐，恳求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也要为着阮过去一礼拜中间检查阮的心思意念，有做无下主旨意的做，阮伫遮搁一遍主认罪来悔改，恳求亲爱的主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就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撤销一切过失，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旨的罪。主啊，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伫堂教会，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这个吴富仁牧师来就任，过来要带领堂教会的长职、同工、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要来宣扬主的福音，互阮的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诚做社会的帮站，要来迎神益人。恳求亲爱圣神来加倍充满祝福，伫阮教会、阮的传道、阮的长老、阮的执事、阮的团契首长，恳求亲爱圣神有缘来加倍充满祝福，圣神。加倍充满祝福阮的家庭，也互阮无论伫教会服侍，伫阮的家庭、工作上，靠着圣神的帮助，拢会使分别做成来迎神益人。恳求你的圣神也保守阮教会中间有侪白天兄弟，阮恳求亲爱圣神来帮助、来带领，互因有信心来祈祷伫主。仰望主来得到医治，恳求主你的圣神有缘来安慰，这个厝的有拄着失实的。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主你将你国外愿望，将你永生的愿望，赏赐互阮每一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囝儿的每一位兄弟姊妹。阮拢有天国子民的身份，咧跑走天路顶面。阮恳求圣神帮助阮，向着天国这个目标来跑走。阮需要你的圣神帮助，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尤其阮常常会听叹需要，阮的听心无够。主啊，你圣神帮助阮，亲像以赛亚书所讲的，亚神的，伊要互阮能力，软正的。加添因的困难，少年人也会神，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挖苦要花的，要得到新的困难，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行也无神，走也无影，行也无神。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会使重新得到圣神的帮助。互阮的所做、所行、所讲，拢会使要为着应光特别上帝你来行。阮也感谢特别上帝，也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正方牧师等下来阮的教会正道，
我们要特别感谢俄罗亲爱天父上帝，你互阮的堂教会有做你的囝儿来愿意做你的奴仆，来互你使用。阮恳求你的圣神愿加倍充满祝福因的家庭，甲因的服侍。阮恳求亲爱的圣神保守阮今日在聚会，也愿阮的敬拜，愿阮的学乐，一切归荣归予天父上帝。也恳求你圣神保守阮的聚会。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免。请咱来看圣经，今仔圣经有3位。第一位圣经伫马太福音的第3章16节到17节。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16节到17节。耶稣已经受洗礼，领边对水上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子仔降临。伫伊的顶面，佮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第2位圣经是伫雅各书的第1章21节到25节。所以，恁除去拢总肮脏甲过野的恶毒，就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为救恁的灵魂的。恁就做行道理的，毋是单单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比如亲像人。伫行里，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然咪袂记得伊生做甚物款。若是人自身伫迄个骄纵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带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得的。是实在伫用功的，即互人伫伊所做的要有福气。第3位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的第13章44节。天国亲像宝贝放伫园里，人拄着就放入伊。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以上愿上帝所有听伊话去行的人，下面请圣乐队来赞美。今仔要唱的诗歌是《充满我》。
正道，咱今仔要请正风牧师甲咱正道。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信仰的3要素，来请正风牧师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嘛真感谢教会的小会特别建筑长老的安排甲邀请，会当互正风今仔日转来甲大家三见面互师讲道这是正风非常荣耀，嘛是非常欢喜的一项事。虽然伫这个圣经内面有记载耶稣的话语讲先知伫本族本家是无受尊重的毋过今仔因为这个呼召嘛是爱壮大转来安尼是，所以真正感谢上帝恩典，因为前3礼拜我嘛接到迄个建筑长老的电话。本来甲我讲可能毋免转来讲道安尼还是讲会当换时间无？毋过这拢半年进前咱就拢先安排这个时间所以你临时要调整的时阵嘛是较困难，嘛是真歹势。毋过我想这拢有上帝的旨意就是爱我提早来备班转来桃园爱甲大家见证正道的这个内容，所以我就真早就接到建筑长老。我本来想讲应该是毋免来，毋过伫祈祷的内面我感受到上帝在甲我感动甲提醒，是爱我来大声来备班。所以接到电话讲毋免转来桃园的时阵，我就用信心来准备我想这是甲上帝一种默契啦。当你甲上帝真亲密的时阵，你久就有迄种默契。所以我就伫迄天来祈祷，主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是爱我大声来备班吗？然后我就将这信仰真重要的3个要件来做一个整理。伫祈祷中，主就甲我启示、调整甲修改来整理今仔日的讲道篇，所以嘛是长老嘛是真辛苦，因为拢计划好，但是咱小会议长爱配合爱调整，有的时阵就有真济搁爱重新协调的代志，所以咱嘛是爱甲咱的长老遮个服侍者拍鼓甲因鼓励一下，好无？是。其实哪服侍，才哪有机会性命、更新、甲经历上帝。若是无服侍，就无有经历的机会。咱大部分读圣经是啥物时阵？大部分就是爱思会、爱来念圣经的时阵，才会来读圣经。所以你若是愈侪服侍的机会，你就哪有这个机会来亲近上帝，所以有服侍是好的。甲你边仔讲，有服侍是好的。邀请所有人拢会当有一个服侍的机会，门口徛欢迎，嘛是一个真好的服侍。因为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小细节拢非常重要。所以若是咱兄弟姊妹一个人出1分，咱桃园教会就100分，所以对人要安怎行入来教会，每一个感受，甚至是便所，洗手洗了有擦手指通用，这嘛是一个无共款的小细节，就互人感受到这个教会伫真济个所在真细心，在看顾每一个代志。当然，这就是需要大家愿意进入服侍，愿意奉献你的性命，奉献你的智慧，奉献你的看见，咱的桃园才会当愈来愈兴旺，甲愈来愈好。所以今仔日要正道的大声咱先做伙来做一个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感谢你，若毋是你，阮今仔日
无法度自制。若毋是你，阮今仔日无法度真做精兵来为主征战。主啊，你塑造阮，透过今仔日的讲台，搁一摆叫醒阮困动民的灵魂，互阮会当精英起来。注目伫主你的道理，注目伫主你的话语的引带。主啊，阮只有恳求你拍败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恩惠，恳求你的疼，充满阮，医治阮，看顾阮，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这个信用三个要素，其实这是对这个火灾三个要素的灵感。咱知影讲火灾是讲要着火起来吼，需要三个真关键的要素。第一就是爱有物件通烧燃料烧的材料。第二就是爱有空气，火才烧会起来。第三嘛是爱有火嘛才烧会起来。所以燃料、空气甲火源是产生火灾三个要素，产生这个火的三个要素。咱信仰嘛是共款，有三个要素，就是上帝的疼、上帝的道、甲上帝的国这三个要素。咱若是无这三个，咱就烧袂起来。咱若是有这三个，咱的信仰才有法度热噗噗。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正道，就是这三个非常重要。咱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的所在，会当帮我跳伫迄个经文，伫这个马太福音3章16节甲17节。这要甲大家来见证讲上帝的疼安怎伫咱的生命中来运行，甲来做工，这是真重要一个洗礼的时阵的圣经节咱来看这个圣经节内面安怎写吼？伊讲耶稣已经受洗礼，连面对水起来，天忽然对着伊开，洗礼了，天开。伊就看到上帝的神亲像钱降临伫伊的顶面，刷落来迄节讲，国对天有声，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今仔日，咱你若是还未洗礼，爱赶紧来洗礼哦。这个洗礼了。你就是有一个新的身份，来，大家做伙讲新的身份，对，新的身份。这是什么款的身份？就是你是上帝的囝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囝，有什么款特别的代志会发生？亲像耶稣同款这个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的时阵，这个天有声讲，所以这个。天父上帝，真做你的老爸，毋是恬恬无讲话的上帝。上帝伫洗礼，你决定讲，我要认上帝做我老爸的时阵，天拍开有声讲。所以爸爸爱甲囡仔讲话，毋望爸爸的智慧、财物、产业的经营，或者的能力，拢会当互我囡仔。你毋望你的囡仔会当真杰出，会当品格真好，对无？大家有起床无？大家拢毋望讲你的囡仔还是囝孙仔真好，对无？你是毋是会甲讲啥物好，啥物歹，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安怎来看这个代志？所以，咱的天父嘛是共款啊！你看，伫这个所在，耶稣受洗礼了后，上帝拍破安静，讲话，上帝讲话，对天顶讲话，肯定讲，这是我疼的囝，这是我的宝贝，这是赞的，我欢喜这个。
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受洗礼了后，你的身份无共款。无论外口的人讲啊，你这含慢的，但是你知影，上帝讲我是赞的。所以自我的肯定甲自我的认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兄弟姊妹，外口的人可能会看讲啊，你这个无路用，你这个人安怎，这拢无重要，上重要的是天父对你的肯定。天父讲我疼你，所以兄弟姊妹，你还未洗礼，爱赶紧来洗礼，因为你洗礼，你就进入这个新的身份，知影讲别人安怎甲我量，安怎甲我骂，安怎甲我看见，拢无重要，因为我知影天父讲我是赞的。迄个咱拄则启应文所读的，这个君王讲我是赞的，万王的王，列邦的王，讲我是赞的。所以上重要的就是咱这天父对咱性命的肯定。最人会用思想，会用别种的话来攻击你，但是你会当用上帝的话来抵抗因，来起造一个新的路、新的开始。所以这对咱真重要，就是伫这个经节内面，帮助咱伫个人的内面有新的认知。我是天父所疼，我是天父所欢喜的。来，大家练习讲一摆。我是天父所疼，我是天父所欢喜的。所以你知影你是宝贝，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你伫这个世间是有路用的，阁有大路用，因为你是上帝囝。咱知影讲，这个囝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意涵，也就是过去的新王。比如讲埃及王，还是讲咱过去的皇帝，拢讲伊是安怎神明的囝啊！我就是神明的囝，就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你就是继承啊，伫这个地上的代表。所以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代志，你就是代表上帝啊，代表你是伊的囝，来伫管理真侪的代志。所以，这个伫咱个人有真大的改变。刷落来，咱要用一个团体的眼光来看，这个深化的这个特殊的功用，就是讲，伫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会当组织伫遮，我会记得过去赖信平、赖伯伯啊，伫咱青溪区小组的时阵，做一个感想甲见证。伊讲。哇！啊，咱这小组真正真特别呢。你看，有的是老师，啊，可能有的是扫涂骹的，啊，有的是真熬煮的，啊，有的做所谓的，啊，可能有的啊是真熬经营的。但是无共款的人，要安怎会当定定组织？价值观无共，社会的阶层、任务拢无共，真困难。但是因为有这个天父。咱拢是囝的时阵，天父帮助咱，会当成做一个定定会当分享信仰、分享价值的这个团体，三关怀的团体。所以赖伯伯甲我讲，这个上帝真正是无简单家己有真侪的能力，佮帮助咱会当伫这个小组内面，将遮侪无共款的人结连做伙。这就是对团体上上帝的囝儿会当组织做伙，无咱这个无亲无情，哪会连做伙？这就是因为特殊的新的身份，将咱大家会当合做伙。所以伫这个家庭中是非常的温暖。我会记得过去有一个兄弟捌见证。伊伫囡仔的时，因的家庭过了真无好，但是咱有一个医生的兄弟，就对待因真好，愿意互因的厝的内面有空间，互这个家庭去引导大。这就是无亲无情，哪会接因？
就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宝贝，阮看到兄弟伊有需要，姊妹有需要，咱着听伊，咱着帮助伊。所以这就是上帝互咱新的身份，遐尼宝贝，互咱大家当连做伙，连结做伙。我就想到那个陈妈妈、杨卓华即使过去伫上年团契嘛是真有这个魅力。咱上年团契哇，听愈来愈侪人会当大家念伫教会，参与伫教会的这个旅游，参与伫教会会食饭，迄个咱7楼迄个会议室拢坐甲满满。我就想到卓华姐咱清晰之光哦，哎呀，所以有福师是赞的，兄弟姊妹，唔通无福师，愈福师吼，愈经历上帝，愈福师愈勇，愈健康。我会记得那个卓华姐嘛是食迄水果拢食真济啊，所以伊的身躯足勇，精神足好，系啊，阮拢食1粒柑仔，伊讲伊拢食2粒安尼，所以。才有法度做精兵，有法度食会落，才有体力。所以真正上帝听透过咱兄弟姊妹愿意互师，互咱结连伫这个真亲密的连结的关系。所以咱有这个身份，真正是足赞，阁足好。无论对咱家己，无论对咱的团体，对咱的社会，拢是一个真好的这个部分。咱要进入第2部分，就是要讲到上帝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无咱今仔日主旨要做啥物？就是要照上帝的话来行。伫这个雅各书内面，咱看到讲，伫这内面的 PowerPoint 伊所写，所以恁除去拢总，这个肮脏甲过野的恶毒，就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所以伫这内面，咱看到讲，咱还未认捌上帝的时阵，有的时阵有真济歹的、恶毒的、无好的价值观，在捆绑咱的性命。但是你若是用温柔的心来承接，温柔的性命来承接上帝的道的时阵，会产生真大的改变。伊遮讲救恁的灵魂，你会得到拯救。对错误中得到拯救，对捆绑中得到拯救。所以兄弟姊妹，咱过去拢讲骗囡仔，为着要互囡仔听咱的话，有的时阵拢甲善意的谎言拢甲骗，但是骗的伊的价值可能就无正确。佫刷落来伫咱人的这个财物甲学术有的时阵讲囡仔这个囡仔爱啉牛奶，等下这个。健康2.0，佫甲你讲啉牛奶无好，过去讲食罐头无好，即马讲叫你爱食罐头，有真济是即马好，过去讲无好，有的时阵过去讲好，即马佫甲你讲无好，所以你看到外口亲像风吹共款，安尼吹着安尼动，安尼吹着安尼动，所以有的时阵咱接受，无论是伫大学还是伫外口所学到的这财物甲价值观。有的时阵有遮个毒素进入咱的内面，咱毋知影，咱亲像这个目镜吼，我今仔日透早出来的时阵，我着甲佚佗清去，安怎？就是我平常着常常甲目镜整理好清去，安尼我着知影一我着知影有状况，爱甲洗洗的，无你嘛来楼骹新港讲甲洗洗的，免费的，是。咱来敬拜上帝嘛是共款。你来敬拜上帝，你就是来洗净你灵魂、你灵界的目镜，倒位倒位垃圾。你若久无洗，你就有的时阵你家己你嘛无感觉因为你已经足久啊，垃圾足久啊，所以你无感觉。对这个罪恶，对这个恶毒，有的时阵伫你的内面你无感觉。所以咱需要透过伫礼拜中，各一摆更新咱的价值，各一摆将这个毒甲排出去，将上帝的性命甲道理进入咱的内面。所以真需要的是，你来温柔来接纳这个道理，这个
温柔伫伊的原文内面，就是有谦卑的意思，也有体贴的意思。你有愿意谦卑上帝的道理进入你的内面无？你有愿意体贴这个听你的天父无？你若愿意，你就接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毋是为着天父尔，是要救你。所以有的人，真侪人信耶稣真久，无改变。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咱来看后一段发生什么代志？好，咱来看，来，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啊，搁刷落来，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譬如亲像人伫镜内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连边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伊这简单来讲，就是亲像咱在照镜共款啊。你伫遐照镜照真久吼，看甲真详细，但是你无处理。比如讲，你遮有条仔子，哦，你无甲处理，啊，你甲照镜照搁较久嘛无效，你无甲遮无好的物件甲摘出来，这就是听道理，帮助咱看到咱家己生做啥物款。看到咱倒位有问题，但是行道理就是将这无有问题的所在，甲摘出来，甲处理掉，甲汰掉。所以你若是只有照镜，皮肤敢会好，敢会水，袂啊！你一定爱处理，对无？上少洗清气，嘛爱抹一寡 BB 霜啊，抹一寡好用的物件哦。所以咱这就是伫咱的生命中真重要。咱若是听，就只有看尔，你无处理，你爱行。啊，这个道伫伊的原文，这个字真重要。啊，伫咱和合本的翻译是写讲这个道，啊，咱这个巴克利的版本写道理。这个道伫伊的希腊文就叫 logos，logos 就是话，所以就是。上帝话，拄则咱讲洗礼了怎？上帝拍破安静，出声对囡仔讲话。所以真重要的部分就是上帝，拄则咱讲爱听道理。你来遮就是听道理。上帝拍开你属灵的臭耳人，互你会当听到爸爸讲的话，要将爸爸的智慧进入你的生命，要将爸爸好的纯情的这个生命要。起造你的新生命，无哪会亲像保罗讲，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个心要对倒位来，就是对上帝话来起造你来。所以，咱过去有的价值观，是因为咱家庭还是咱所读的学校有错误的一寡价值观，伫咱的内面啊。但是咱唔知，咱今仔日透过甲上帝亲近，上帝将伊的话。甲咱讲，咱听到，咱真就照镜，咱看到讲啊，原来遮有问题，然后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阵，遮问题来调整。保罗就是一开始是压迫咱基督徒的，替基督徒最欢喜的一个人，伊是真有身份，伊伫加马列下骹做学生，啊，佫是罗马的公民，保罗。伊就亲像咱即马美国人共款，美国籍的提绿卡的啦。你敢黑白叮当这美国人无？毋敢，因为咱美国会派海豹部队，还是特殊的部队甲军队来领导弄门，你哪会敢欺负咱美国人？保罗就亲像安尼，有智慧、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但是上帝更少保罗讲，为什么你要压迫我？保罗讲，我哪有压迫你？伊在压迫上帝的子民，伊家己毋知；伊在迫害上帝的道理，伊家己毋知。所以有时阵，咱家己毋知。但是上帝就是甲保罗更少，讲你要即马去无咪所在找啥物人？去甲你祈祷，你的目睭
就会当看见。所以兄弟姊妹，有真济的时阵，咱亲像保罗，真了解摩西的律法，真了解圣经的经节，但是你敢真正是在服侍上帝？你敢有用上帝的道甲好调来在服侍伊？有的时阵，咱是用咱过去的经验在服侍上帝。啊，我主日学着安尼，我过去台语礼拜着安尼。但是你有谦卑，互上帝的道来进入你的生命无？你每一摆的祈祷是啥物款的祈祷？是点菜祈祷吗？有的时阵，咱去外口，头家卤肉饭、卤卵，哦，迄咸菜，哦，莫放迄个味素，点点咧，好，就结束。咱祈祷是毋是安尼？上帝，我爱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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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还是你互上帝的道有机会进入你的生命，听上帝要甲你讲啥物，听上帝意念要启示你啥物。我会记得过去咱下骹即个守卫室遐吼有放迄个见证机，我就看到，这是做着长老啊，那是因为咱这是生活的关系。真亲的关系，咱就看到讲，哇，做着长老呢，我熟悉的长老呢，毋知伊写啥物见证，甲拍开，哇，做着长老过去做一个梦，伊当时片仔内面敢若有生啥物物件，敢若爱开刀，哇，结果伊暗时困的时阵去梦着讲，敢若伫一个餐园的内面，有真济的番茄伫遐。结果上帝这个种番茄的人，在收番茄的人，煞来到做着长老的边啊，将伊片仔内面讲摕出一粒番茄，哇！结果伊困醒啊，直流鼻血，搁去病院检查讲，哇！内面迄个垃圾的迄个物件无去啊，本来爱开刀的物件煞无去啊。所以咧，亲像约珥书还是使徒行传内面所讲。伫末世时，上帝的灵要降临伫咱的内面，互少年的会当看到异象，老年会当看到梦到异梦共款。所以伫这个新的这个世代内面，有真大的变化。亲像我透早坐计程车来，既然拢毋免甲计程车司机讲话，因为伫出发进前试咧，讲你对倒位上车，倒位落车，啊，然后嘛毋免摕钱出来。因为信用卡直接扣，所以你人坐起哩，就送到位就落车。这个时代有真大的变化甲改变，咱要安怎来面对？咱要安怎来应用？这就是需要透过这个道来引带咱，来面对这个世界要安怎甲因宣告？这世界变化这么紧，咱教会内面，若是各用。古早的步，若是无超出上帝新的步，咱要安怎进步？所以真济基督徒生命无改变，教会无改变，就差伫这个所在。咱过去有一个传福音的迄个小手指谱内面，就叫做四个律法、四律，一两三四四律。四律内面有一个图，就是讲有一个宝座甲椅啊，宝座啊。这本来无信主的时阵，是咱家己坐伫这个宝座面顶，在管理咱的世界。结果管理甲乱七八糟，管理甲即马海面愈来愈悬，环境的破坏，甲人甲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会歹。但是信主了后，是谁坐伫宝座？是上帝要坐伫宝座，要管理你的性命，管理你的信仰，管理你的一切。但是咱敢有愿意互上帝坐伫宝座？你敢有愿意将你的代志、将你的祈祷诚做问题？这是一个秘诀，就是诚做问题。主啊，我应该爱去读大学？还是爱去做头路，主啊，求你甲我启示。
所以咱看过去圣经内面真侪甲上帝互动的经验。过去基甸受竞选的时阵，上帝伊甲上帝讲：主啊，若是你真正竞选我，这个羊妹妹的毛，互伊是干的边仔是淡的。另外一天，佮甲讲：上帝啊，这中爱淡的，外口是干的。咱透过真侪代志，拢在了解求问上帝，但是咱即马欠缺对上帝求问的这种较无。主啊，这物件爱买还是无爱买？伫你人生做决定的时阵，你有愿意互上帝来介入伫你的决定无？上帝啊，你爱阮买，阮就买。有困难有负担，但是阮知影，若是主爱咱买，主会安怎供应？但是你家己做的决定，你家己就爱负责咯。所以你真侪代志，你若是照主，互你的启示，互你的感动去行的时阵，上帝叫你去，这就是做主的工。上帝的工，上帝就会负责。所以伫咱这内面有真侪，你领受道理，无去做，就无效。你领受道理，你去做，上帝就负责。所以这是第二部分，上帝道非常的重要，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团体中，在做工。咱若是无照这个去行，咱就无方向，咱就亲像青梅看青梅，大家拢做伙跋落。咱若是照上帝话，你就发现上帝在看你行，就是有挫折，嘛是有法度赢过。所以这亲像咱今仔日听道理共款，可能今仔日听了，大家回去，今仔牧师讲啥毋知，不要紧啦，先食饭咱来看25节，真重要呢咱大家做伙来念。若是人自行伫迄个较长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住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得的，是实在用功的，即互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哎哟，兄弟姊妹，重要的伫遮呢。为什么你生命无改变？因为你真正有用功无？你若用功，伫遮上帝会甲你保证啊！伫这个人，伫你所做的安怎，要有福气。这4字大声甲讲，要有福气。所以你要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无？要，你就爱照这个道理来行，照上帝带领你的道理来行，来做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的工人。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那定定拢做主的拢是我，毋是基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道成肉身，所以这个道就是话，要进入咱的内面，亲像迄个圣神降临伫咱的内面，迄个天开，天顶有声，在引带这个囝子。在引带这个团体，引带这个教会，所以咱讲传福音，传福音，这个福气的声音临到你，你照这个福气的声音去行，就得到福气。要有福气围绕你，跟对你，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家族，伫你的社区。所以这个真好爱着招人来信耶稣，着。愈服侍，你就愈会求问上帝。主啊，我要用什么款的题目来甲兄弟分享？主啊，我要用什么款的例？就算是国语堂甲台语堂，对象无共款。主有的时阵讲，莫用迄，你用这个。所以咱是有藏真侪的材料，咱有真侪的备班。上帝啊，你爱用什么？要用这个苹果，好。要用这个赖伯伯的故事要用这个伫欧洲经历上帝奇妙的故事所以咱有的时阵讲道就算是共一个经节，共一天，但是拄到的人，毋是咱
欢喜讲啥就讲啥，是主在甲咱启示，主在甲咱感动。你用这个咧好还是无好？所以伫这个讲道中，正方嘛一直在祈祷，一直在想讲主啊，你爱遮个兄弟，爱你的囝儿听到什么款的道理？因为毋望正方伫这个准备中嘛得到真济的福气，毋望兄弟因听咧，因嘛会当知影这条福气的路，毋是只有听，阁爱去行。伫这个大光出版社吼，因有出一个赞美篇、等候篇这种灵修的这种刊物，内面写着一个故事。伫一个修道院内面，有一个人叫玛利亚，玛利亚拢讲上帝对伊讲话，边这个人就讲为什么上帝拢对你讲话？玛利亚讲，上帝对每一个人拢讲话，我只是去头前听尔。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来头前听。所以兄弟姊妹，后摆莫坐伤后壁呢吼，坐较头前听较清楚吼。所以有福气就是有用功，你真正爱开功夫啦，爱去听，爱服侍。你无服侍吼，无一个目标。你有服侍，你爱饲羊啊，爱讲互主日学学生听，你就会祈祷，你就会读经你爱交代，你就会提早来啊。你有真济代志，你有服侍，你就会祈祷，你就会敲吹。毋望求主，互你有智慧，互你有启示，安怎甲做搁较好？安怎来符合即马新的人因生命的需要？所以教会的发展就非常的重要，咱就爱透过常常听道甲行道。所以这无法度靠别人呢，兄弟姊妹。这只有你爱愿意甲上帝亲近，这毋是别人有法度替你亲近的，只有你。阿爸，我这个状况，我这个环境，要安怎行？天父甲你指示，甲你引带，才有法度。因为每一个人，你的处境拢无同，你伫社会参处，还是拄到的任务甲困难拢无同。就算是同款的问题，每一个家庭在处理嘛是拢无同，所以咱拢爱搁一摆倒来到上帝面前来敲吹，福气就要进入，福气就要进入，这就讲到自由，互人自由的。咱过去受到真济的捆绑，但是上帝透过你去行这个道，你就得到自由。而且耶稣就讲，主的灵伫我的成就，要互这个送香的人，要传福音互送香的人，或者受压制、受压迫的，得到自由甲透白。这是咱真熟悉的一个经节。你毋望你的债务、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你所拄到的困难，你毋望得到自由、得到福气、得到上帝的恩惠无？你毋望？你就将这个代志放伫主的面前。主啊，我要做倒一种决定，要用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还是上帝你要给我其他的方案？主啊，我即马是要行、要走，还是紧，还是慢，还是等待？这拢伫祈祷中求问主。所以咱会当将上基本、上简单的是非题，主啊，讲这还是莫讲这？食还是莫食？伫这个祈祷中，你拢会当甲上帝讨论，这拢影响着你对你身躯健康的管理，财务的管理、产业的管理，真济拢需要敲找上帝道。咱要进入第三个部分吼，就是伫这个马太福音13章44节的内面，我要用我这个学习的内面。来做一个见证，伫遮内面写讲，天国亲像宝贝放伫园内，人拄着就放捌伊，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个园。这就是讲，天国是真实的，兄弟姊妹，你会去经历着天国。
伫你服侍中，你就经历着天国；伫你生活中，你就经历着天国。亲像遐尼宝贝，所以你愿意牺牲一切的价值，就是要互上帝的国，互上帝的旨意得成。因为你发现上帝叫你将这个放落去，因为要有更较适合你的、更较美好的，要带领你，要互你看见，要互你经历。但是你愿意为主放手的时阵，上帝就将新的福分、新的福气、新的机会、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物，搁一摆放伫你的生命中，超过你所想象的。有的兄弟讲，毋茫会当听到正方啊，迄当时安怎去读神学院啊，甲遮侪侪的故事，我就讲上帝。嘛是21世纪的上帝，伊嘛透过网络在做代志。阮伫花莲的主日学的校长讲，真奇妙呢。伊讲伫 YouTube 面顶有一个影片，伊过去在找这个妈妈节要献诗的歌吼，拢找袂出来。旧年找嘛无找到这条，但是伫今年就找到这个条，这个影片。啊，这影片竟然是3年前就伫网络的顶面，所以有时阵你搜寻嘛，搜寻到无共款的资源甲材料，所以上帝真特别，有的时阵伫网络内面嘛在做工，互你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源。所以迄天妈妈节儿童所献的诗歌，就真感动，啊，佫真符合迄当时大家的心境，所以。真侪的时阵，上帝透过逐项的面在对咱讲话啊，伫这个内面，互咱看到真侪上帝的心意伫这个内面。所以，我迄当时要考这个神学院的时阵，我的大哥浩杰哥浩杰长老就甲我讲考台神，台神即马院长不错哦，陈上人顶3月份才来咱同教会哦。结果我祈祷中，上帝，互我看到迄个字，亲像迄个单依理吼，写字伫这个壁的顶面，出现一个我拢无看过的这个字，一个是我看过叫台南神呐，2字南神，另外出现欧华，我讲这欧华是啥物物件，我就拍伫这个 Google 搜寻甲看，欧华。就出来，欧华自助餐8折优惠搁继续飞较面顶就是话，既然出现一个国际欧华神学院，搁伫西班牙我就真特别。我讲主啊，你甲我启示，我就2个拢去甲考，哇，才知影讲，这个外教派的考试。甲咱本宗的考试真大的无共，这外教派的考试真特别呢，困难的嘛有生活嘛有有诶讲，请写出耶稣的门徒12个叫啥物名？哇，真困难。搁写有诶是生活的问题，请问你敢有负债？负债偌济？你拢安怎管理金钱？奇怪，咱本宗拢袂问这个问题，真特别。所以你就看到讲，面试的这个拢无共款。搁写着讲，呼调你来考神学院的经文是倒一节？搁有这个，原来因拢会去求印证，求印证。所以有的是甲咱本宗的这个思想拢无共款，哇！搁有一个真特殊的、真特别的。讲我搁有看到讲，神学院吼，这个你若是要来读神学院，袂当开免字 B 字头的，袂当开入来学校安尼，免字甲 BMW 拢袂当开啦。结果我前旧年听到一个神学院这个老师伊嘛伫台神在读册，迄当时伊就开免字去台湾神学院。神学生拢足欢喜的，为什么？因为神学生有诶拢结婚有无？结婚就毋免租车，就迄个学长就有免住，大家拢甲学长借免住来开安尼，
做婚礼的礼车。所以你有看到哇，两边呢真大的无共款，是这种真趣味。这就是上帝伫这内面，有的时阵就甲你启示，哇，这个听拢无听过，这个外教派搁伫西班牙，阮是用 Skype 面试呢，伫遮用电脑面试，搁伫这个 Word 内面写问题，寄转去互伊拍分数安尼。所以真特别，两间拢会当去，但是后来上帝搁引带阮讲去南神来学习，所以我就伫南神来服侍。伫这个服侍的过程中，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你去读神学院的时阵，你爱放下你的工课呢。我本来无想遮济呢，上帝讲你叫我考，我就考。你叫我去，我就去。我想着讲，哇，无薪水啊呢！进前做工课，阁有薪水，怎啊无薪水？真特别。阮迄暗时拢有暗祷会。暗祷会的时阵迄当时我的外妈患病真严重。我的外妈的愿望就是当好好的转去我就请这个学校的同学，大家为着我的外妈来祈祷。无祈祷也好，一祈祷半暝3点就接到阮阿舅的讯息，讲阿嬷已经转去天国已经去天顶了。所以有的时阵这祈祷嘛爱细致对。毋过阿嬷就是对我真好，有留一点仔钱，要支持我读神学院还是后壁的生活。所以有的时阵，上帝讲叫你去做，上帝就负责。所以我搁伫神学院带某呢，迄当时搁徛伫遮来伫教会，互大家兄弟姊妹听受甲祝福。我结婚前一天，搁迄笔来文期末考试考了，才去台南拼来桃园安尼，赶结婚安尼所以真正上帝拢甲你备办好好，所以有真侪同工拢诚做阮真好的帮衬。所以我嘛感觉讲，今仔日个服侍的团队嘛诚特别，看到表哥大哥诗慧、大嫂诗琴、以礼放投影片，哇！敢若规个家族上帝拢听讲是进前拄好拄着代志，安尼调咧，煞今仔日大家做伙来服侍。所以你就看到讲，上帝国真正上帝在主权，上帝在牵这个线。咱会记得，咱教会在建堂的时阵，迄当时有一个真大的意外，你敢知影？就是有一个工人对咱4楼这个电梯口爬落去呢。迄当时我的姑丈是建堂的主委呢，大代志，若是伫遮出人命，这真正毋知要安怎建堂。上帝备办伫迄个电梯的下骹，既然积真济的水，也袂抽掉，迄个工人对这4楼爬到地下室去。上帝的手就是安尼在备办，上帝就是安尼在掌管。所以咱在挖地基的时阵听讲咱迄个建商拢足欢喜的，挖足侪大石头拢伫咱这下骹拢挖起来呢。所以上帝伫咱这个所在拢在掌管。续落来，我要讲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迄当时咱建堂嘛有请新学生，这个新学生就是我国校2年3年的时阵伫嘉南教会，这新学生叫做吴朴文新学生吴朴文，咱教会嘛甲伊足亲密的。我伫读学硕士3年的时阵，有一天老师出一个作业，马约翰牧师这甲咱的团队应该嘛有拄着这个马牧师，讲请访问一个真尊敬的牧者，在牧会
我就想讲，咱桃园教会倒一个牧者，足受到大家的尊敬呢。大家又看麦无啦，就想着讲敢若有一个牧者真特别呢。伊走到花莲，咱教会嘛开游览车去花莲，去甲看，去甲探访。拢有甲伊足好的、足亲密的关系。到即摆拢有联络。顶届即个胡伯伯、胡妈妈，因夫妇嘛拢转来。所以有诶时阵，就想着讲，哇，即个牧者真特别。遮久长做新学生，到即摆，阁甲大家遮亲密，遮受到大家的尊敬。我就伫即个大学硕士3年时阵，因为有即个作业，我就拍互吴哥吴牧师。我对国校3年认捌伊，到迄个大学硕士3年遮尔长的时间，应该有10多年要20年无甲伊联络过，因为功课甲伊联络就甲访问。无想到上帝亲像即个，将即个网咧甲咱编辑的人，搁一摆甲咱编辑做伙。后来伫即个过程中，知影讲原来伊牧会的心境，甲一寡想法。无想到我毕业抽签的时阵，搁抽到抗北签。就是咱即个传道书，拢爱抽中会，有诶抽到咱新德中会，还是北部中会。我抽到抗北休困一年，无想到上帝哪会遮好着搁互我抽到休困一年，因为我诶大囝拄生出来无偌久，我就伫我诶迄个丈人丈母遐暂时住，因为爱对新学院搬转来，我就伫丈人丈母遐住。我诶丈人丈母因拢还袂信主，拢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我诶丈母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我诶丈人是做生理的，伊就甲我口说讲吼，正风先顾巴肚，才顾辅助他说肚子。巴肚要温饱，要养这个要有工作。你做这吼是迄个营养无代志，40-50岁无代志的人才去做的，就是伊无熟悉、无了解所以就是有这种代志。但是真特别，我抽到抗白要休困1年的时阵，伫因遐的时阵无几工对花莲有一个美港教会长老敲电话来。讲阮即马在找传道人2工爱甲阮回复无阮要搁找别个传道人。我就甲阮太太讲，咱要去花莲呢，安尼敢会使？阮太太就伊搁做护理师嘛，就想讲，哇，囡仔遐细汉，应该爱有病院啊。结果你知影美港教会偌特别无？伊的边仔就是有花莲真大的门诺医院。有一间无够，上帝搁备办慈济医院15分钟拢伫你边安尼无借口咱爱去这拢上帝的备办。所以搁有爱问丈人甲丈母，我就伫因兜问爸爸妈妈，阮即马若是要去花莲牧会，安怎这个顾巴肚的丈人既然甲我讲。真好我就感觉哇，上帝，你真正伫这个内面拢在运行，在做代志。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还未认捌你的，主你拢伫这个内面，在使用你的宽屏，使用你的资源。所以你看到讲，上帝拢备办好好，华人不止，互你有大病院，搁互你1摆2间。这个甲你开玩笑的丈人，搁支持你去。所以就真顺利去到花莲美港教会来去遐服侍。结果一到，哇，迄个小会议长是啥？吴普文牧师所以对国校3年，上帝牵这个线牵到大学硕士3年，搁牵到花莲去安尼吼。所以你就发现讲，上帝的国真正真实，伊拢在调度这个资源，调度这个兄弟姊妹。
塑造咱。所以正方就想讲，迄当时要互人请，不如互上帝请。当然，阮阿哥嘛有互我真大的鼓励啦。阮阿哥讲吼，正方啊，要去读神学院无啊？你有听过约拿的故事无啊？约拿去互大鱼食去吼，就是伊无去照伊的方调行吼，所以后来上帝阁叫一个大鱼来甲送去对的所在吼。所以阮姑姑就是迄个真好的大鱼哦，阁甲我鼓励劝勉，今仔日才有法度机会转来甲大家来正道。其实正方的爸爸妈妈拢是无法度讲话的聋哑人士，但是上帝就是陪伴，有遮好的阿哥甲姑丈，还阁有遮哥哥嫂嫂，遮老我这个2-3岁半。上帝嘛陪伴遮尔水的同教会遮来正方，迄当时大家看到我个笑讲小叔叔来了，小叔叔来了，因为我是伊里的叔叔，阁比伊里阁较细汉安尼吼，所以大家拢叫小叔叔安尼是。所以咱就伫这个上帝的角度，上帝优持塑造、看顾、带领，所以伫这个内面。上帝国是真实的。我讲，咱要信吼，就唔通信甲乱七八糟。要信就要信甲上核心，就要信甲上深。既然要洗头就爱甲洗好头，所以就直接冲甲即马变做牧师学习真济对上帝内面的教示甲遮的。知道，所以你若是有心，真正愿意用上帝做你的老爸，愿意用上帝的听来过生活。你若是愿意用上帝的道来听甲行，你若是相信听甲行会行，一定会，因为你会对你真舒适的所在要跳入去。你根本无熟悉的所在，我讲上帝，你互我伫北部读册的正身读了，搁走去淡水读，阮爸搁住台中，然后搁送我去台南，即马台湾这边西部拢牵了起来了后，即马搁送去东部，即马将规个台湾拢会当甲熟悉清楚，因为咱台湾东部中会是一个真特殊的中会。既然花莲甲台东规个台湾的东边拢是算东部中会，所以阮有的时阵开会3点钟为花莲拼到台东去，搁拼转来6点钟就过去天已经暗嘛。所以就是即款无会的生活即马有科技咱有的时阵就用赖会当甲花莲台东的牧者做伙来服侍。所以伫新的世代，咱真正需要新的步。来学习咱唔免惊，因为上帝伫这内面拢供应阮，无论是人，无论是财务，无论是真济的代志，上帝拢伫这个国内面作王。所以我去到澳洲的时阵，拄则嘛有见证，迄台湾大学还是政治大学，甲阮同批去的，因拢唔知影遐有一个cultural pass 的社会福利的制度。但是上帝就互我知影，讲我摕着迄个卡片，甲大家讲会当去申请。所以后来所有的教我学生拢去申请，迄就会当去看歌剧，还是听音乐，毋是免钱，就是会当用真少的钱买到上好的位，真好的位。有一摆，我伫澳洲的时阵，我去伫迄个林子兰德斯提亚特因的剧院要看歌剧，我摕迄个免费的票。这个看歌剧的所在，伊是3层楼。这个免费的票既然是第3楼，迄下骹要看拢亲像狗遐，拢看无真清楚啦我着中场休息的时阵，着去甲迄个收票的人，一个阿嬷讲话开讲讲我对台湾来，我是教我学生因遐讲德语但是我拄去的时阵用英语讲咧
伊就讲中场休息要结束的时阵，伊就讲我甲讲吼，我伫3楼看足袂清楚的呢。伊讲这个问题无，伊就随去甲伊的经理讲话一下吼，佫出来讲，迄个 Joseph 我的德语名吼，伊就讲，来，你来1楼遮，结果带我去第1排，佫坐伫迄个编剧的边啊，甲伊做伙看，我就看第1排只有我甲伊安尼2个人安尼。所以有的时阵吼，连看票上帝拢就甲你疼惜，这个角度真正上帝在管。伫这个戏剧的上落尾，上感动我的，就是伊的结束是一个人无穿衫，亲像吊十字架共款，吊伫舞台的中2楼的所在。我就感受到讲，主啊，你真正足疼我，亲像上帝在甲你讲。我毋是只有伫台湾听你看过你，伫欧洲我嘛伫遮甲你同在，所以我看到迄幕，我真感动的流目屎，甲感谢上帝，就是伫遐尼远无熟悉、无半个亲情的所在，上帝讲我要伫迄个所在，我要甲你同在，就透过迄个戏剧在甲你讲话，迄个毋是宗教的戏剧，是普通的戏剧，但是。上帝透过迄个，就甲你讲，我甲你同在。所以我去真侪所在，拢是遐个交换学生无去过，因为伫遐有团课，我就去参加团课，就真日在地的人去沼泽，去真侪所在，拢是因无法度去的。这就是上帝的国，欧洲只是内面的一部分尔。所以你若信这个。上帝，你会发现讲，哇！上帝资源遐尼开阔，有真侪你毋知的，超越你的财物的领域内面所会当得到的物件。上帝确实近日介入伫你的性命，伫台湾也好，伫台南也好，伫花莲也好，伫欧洲也好。所以上帝国真正亲像宝贝呢，咱会当用啥物去买到这个宝贝？无，但是你经历。你着欢喜，将一切拢要交换，互上帝的国，互上帝的旨意伫遮。所以你着若放落来，若卖互上帝，你就发现讲，哇，上帝直直拼互你。所以我的哥哥常常嘛甲我做真好的见证。伊讲伊做保险，月底拢上无闲的，有的时阵毋是几啊百万、几啊千万的业绩，是几啊亿的业绩。伊讲上帝拢甲拼互伊几啊亿的业绩。嘛是有真侪教会兄弟嘛真疼惜哥哥安尼，所以你就发现到讲，上帝超越阮的想象，有的时阵真正伫这个天国的内面，你真正感受到，主啊，我是你的宝贝，我阁经历伫遮侪奇妙的因带，所以毋忘今仔日3个要素，会当互咱的信仰。搁一摆点到，伫这个新的牧者要来的时阵，咱拢愿意来服侍，成做一个新的同教会，新的同人咱做伙来祈祷。万管量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上帝的疼，上帝的道，甲上帝的国，互阮通勇敢为主来跑走。主啊，阮本来软只的，阮本来毋敢责备兄弟姊妹，阮算啥物？阮只是信仰的后辈，阮算啥物？阮毋是富有，阮嘛毋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主啊，因为你的道爱阮讲啥物款的话，爱阮做啥物款的决定，当阮愿意的时阵，当阮勇敢的时阵，阮就得到福气。阮就得到更新，阮就看到改变。主啊，愿你透过今仔日的道理，会当互需要的兄弟姊妹，因有一个新的方向，享受伫上帝的疼，享受伫上帝的道，享受伫上帝的国。这就是阮上欢喜、上意爱的。主，愿你甲阮同在，亲近阮。真做阮的主，也真做阮个人的救主。阮安尼祈祷，感谢
学乐，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正峰牧师的勉励哈。咱即马来唱圣诗第12首。请咱起立。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写起，写出人来关灵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的只手拢有记载。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指手，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有打我，真容易行歪错。伫主上帝只手，咱受引带。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攻击，攻击直到贪婪怨妒。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伫主上帝只手拢受攻击。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踏跋倒的人，伊认得咱的名，对见笑中的舍，伫主上帝只手咱受扶持。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一直破碎肉体心灵，伊捍卫真奇妙，伊疼痛算袂了，伫主上帝只手咱受一直。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在前，在前自由毋茫人下，愿世界前主兵，当徛起当三亲，伫主上帝只手只做一体。请坐。谢谢来奉献，请泰山执事甲博彦执事。
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即是来报告大圣，请兄弟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人拄着就藏密衣，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请。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人拄着就藏密衣。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人拄着就看密衣。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马太福音13章44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就是侍奉的部分，请咱各位同工兄弟姊妹，大家来看这个聚会的时间。第二面，嘛是周间的聚会，请兄弟来看。小组的聚会员，请兄弟家己来看。奉献的部分，第四面，然后奉献有啥物？毋对，请咱中一来更正。消息报告，第一，咱头拄啊，咱已经咱欢迎美港教会即个正福牧师等来要回来正道甲分享，感谢主来，第二原定就是4月18日的这个圣礼典啊，就是圣餐甲受洗，咱要延到伫5月初9。第三，原定4月就是今仔日要开的这个关怀部会议取消。第四，大楼管理委员会伫4月24日拜六要伫701室来召开，请咱委员出席来参加。下主日4月25为新德大专纪念主日，欢迎这个侨爱教会这个刘俊玉牧师会要代表大专来正道报告，请兄弟来关心大道甲奉献。下主日的第2场主日要来颁发109年第一学期的这个励学金，咱请颁奖这个要领奖的这个小朋友来预备心名单，请咱兄弟家己来看。下礼拜后这个财务部会要12点半要伫6楼来召开，请部员注意。小会消息，团队部奉小会公告，对5月份起。按原定小组的形式咧，恢复小组的聚会。委员尊重各小组甲区长排定的聚会，家庭接纳这个接纳度来进行，并咱呼吁各小组来遵循这个防疫的措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提供饮食。教会消息，就是
今年2021年，教育部咱推行全教会小组团契注意来圣经速读，1年内读完整本圣经。到为咱这个月开始到2022年的3月底，咱进行的方式就是真简单，一天咱就是读4章，4章。咱准备一本笔记本，你读一章结束了后，甲你感觉这个你有感动的经节，你就甲抄落来。咱伫1年内底完成的咱要来赠送小礼物不过提醒咱即摆进度是到倒位，恁敢知影？揣几支对，做好，个人个嘿我有叫阮太太甲我提醒因为我嘛搁咧读创世纪，我袂出来记记。我某昨讲你读到对我搁咧创世纪，我即摆出来叫你搁咧读，所以我嘛是咧赶，我嘛爱赶进度啦大家做伙因为这读书的话实在足好的我最近看这很感谢主第二就是4月份到4到6月，这个新安宫这个光照黑暗带来5望咱请咱的兄弟来去办公室来领取防疫的教会防疫的这个规范请兄弟有缘看一下。咱即摆聚会方式目前有缘实体礼拜到网络礼拜这就是并行会友会使选择比你较适合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咱来参加实体这个礼拜会友有缘请兄弟爱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规范教改消息就是2021年的今年度全国妇女的灵修营伊的主题是唤起内在的力量伊这个时间是伫7月1到3日到7月26到28日，而且有2场地点是伫这个新北深坑的芙蓉饭店来举行这费用甲报名，请咱兄弟有缘来看。这要参加的兄弟来咱的会长余立芳会长报名会长甲副会长拢会使。暑期青年系列营会活动这个伫遮公告请咱有缘家己来看。具体消息就是本会潘林村美姊妹已经伫4月15日伫中立殡仪馆这个御殿园馆这完成入念甲追思的礼拜，请兄弟继续关心甲代祷求圣神来安慰遗族。第二，出来这个黄维勇弟兄就是黄李秋香的儿子伫17号伫昨伫这个桃园的殡仪馆的人本励志会馆完成告别追思礼拜，请关心代祷恳求圣神安慰遗族。咱请团队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正风牧师应该我免介绍啦因为现场较无啉捌这个牧师应该是我只是阮正式咱正式代表同教会用普话声来感谢正风牧师。好，以上报告，谢谢。请咱来吟上营第387首，吟诗煞咱请正风牧师来甲咱祝祷。请咱起立。愿更归献给上帝，愿更新表现心所为的，在地的现在地的，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愿你的听、你的道、你的国，日日充满阮，引带阮，互你的囝儿阳光你的圣名。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众兄弟姊妹的同在，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祝歌。电乐密道。平安的，请咱起立，咱的厝边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